殡葬业最笼统的、最常看见的就是爱要及时，因为明天跟无常哪一个先到，没有人会知道。这个背后的过程，汗水跟泪水是你们看不到的。做到离婚的都有，有的礼师他们甚至家里在办告别式，可是他必须撑起笑容去服务其他的家属。礼仪师的话，其实比较像是礼仪规划者，比较常看到的，比如说遗体化妆啊，还是说司仪，其实他们都是分门别类的工作。我觉得真的还是跟缘分跟天命，或许真的有这么一点的关系。我阿嬷是剃度师傅嘛，然后她就有曾经说过我会走这样子的路，可是当初我不认为，因为我从以前小时候做很多工作都做不久，我出去我都认为要赚你这一点点钱，然后还要受你的气，是到误打误撞接触这个行业才知道，这个工作不可以就是像以前一样，你说不爽不高兴你就不要做，这个工作不能有任何一点的差错。我曾经有被人家说过，说我化妆可能只有15分钟，然后其他1个小时都在跟王者说话，可能就是讨论一下口红颜色啊，还是用什么方式画啊，可能比较像我自己自言自语吧。我会看着我化的妆，然后我会可能退后几步，然后看一下，然后跟他们说，阿嬷你真美，就是这类的互动。虽然他们可能不会回我，可是有一次我依照我们人的化妆的概念，然后去做最好的，其实是最好的搭配。可是我出去化完之后，我就是心里就觉得怪怪的，就觉得不知道哪里不对劲。我去外面晃了几圈之后，我莫名其妙就走回，把他的口红给擦掉，换了颜色。可是因为其实遗体化妆能不要擦就不要擦，然后可是我竟然去把它擦掉，然后换了一个完全跟我化的妆是跳痛色系的，心里就还是有点不踏实。最后瞻仰遗容的时候，因为我会请家属来看嘛，家属来看了之后就频频点头，然后就是大家一起抱在一起哭，那个画面我印象蛮深刻的。兄弟姐妹就是抱在一起哭，就是说对我妈妈最喜欢这个口红颜色。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殡葬业者遇到那么多生死无常，我们可能会麻痹，其实没有。其实我们比起家属，我们应该可以说我们比家属更害怕面对这么多。其实我很怕遇到车祸的大体，还有或许跳楼这类。可是其实我不是怕遗体的状况，我是心里会有过不去那关，我会去多想。我可能遇到这类的遗体，我就会服务完，我可能就要开始打电话，我很焦虑，说可能要打电话给我妈说你骑车要小心一点，然后给我哥说你工作要小心一点。我很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。爸爸这边的家族比较庞大，然后比较传统，所以在他们认为就是我一个女生，就是应该是要做一些得体的工作。像有一年的工作，我工作到很晚，然后可是因为阿嬷有交代我们一定要回去吃年夜饭，我开着车，然后回到家，我满心期待，可我一进去，迎面而来的就是一句话：你怎么不先回家换衣服啊？你好好的干嘛做那个？然后就大家开始附和，就是对啊，那是厝衰掉阮家囡仔要安怎？然后那时候我会认为我是不是让我爸爸丢脸？而且甚至我爸那个时候也没有站在我这里，那是我第1年在我妈妈这边吃年夜饭。我过去的那个阶段是很期待的，可是没有5分钟，真的没有5分钟，在那个房子里面待不到5分钟，我的车钥匙拿着，我又转了一个情绪，是哭着回来。我难过的是，我已经3天没有睡觉，然后迎面而来的竟然是这一句话。我那时候就告诉我自己说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，我要让你们知道，这个行业是可以做得很完美，是可以让你们骄傲的。等下送去的时候要再给家属看一下那个名字哦。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有被吓到，对啊，就是觉得说
是不是人往生过后都是这个味道？呼吸3天的时候都觉得都是那个味道。装潢的每一个细节都蛮重要的，就是我都会跟家属沟通。虽然说有时候比较不会让家属看我们晋升的过程，可是我通常在化妆的这个阶段的时候，我就会请家属进来一起参与。我会给他们选颜色，然后让他们也在最后这个阶段可以有互动，这样。可能因为生病的关系，或者是冰存的关系，就会凹陷。然后我就会希望他们可以，两颊比较丰腴一点，我就会帮他们塞棉花，对。那你有讲到你做礼仪师的初衷是什么？4个字：世商入侵。我们的工作环境其实的确每天都面临到这些生离死别，所以我们要比其他人一般的工作者更能调整自己的心情。对一个殡葬业者来讲，我们可以适当的情绪表达，可是我们不能比家属还像家属，因为在这个阶段，他们唯一的支柱就是最信任的就是我们。你如果在他们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这么脆弱的样子，其实他们也会慌张。明天跟无常哪个先到，真的没有人知道。